那个南边还有什么啊？现在刚做的呢，我们吃点东西好不好啦？那不是个皮筋吗？我来请你吃吧哈。好，你就是过来不熟的发红包不够？这40块了，我马上发给你吧。我非常。啊，哎呦，逗气。我看联系上门更多辣椒出来。下个。你上来也来回家，你上不了吧？好饭大。哎呦，我懂得了，已经是个子哈。再等会补出来。布特它是比较流行的，现在流行的。台湾的运动。台湾运动的。那个普通的。那你不聊着，一句啥意思？要露一点胸就比较性感。那个胸口里落得到哪里在讲？来了，你身上呢？嗨了。山上高走来，困子一摇天，一个大青蓝子一出发展，看看我面孔啷个后，哗啦个过来，已经在个目的地待着，看上去像上有点面熟没啥。哎，再进来，再发进来，后沿哒啦下来着。据说埃里向住个侪是赶集人，再抬头看看吧，觉着黑别个个上，估计最吸引人的地方应该来房间里向。那个是私人定制上门服务的地方，这个内有西也得请理发师过来的。对，毛都没用，天都必摆个地方待着。那个是多个功课啊？我们都没学过，老师可能当我们17、18岁了。那种名堂间还我下发满2口水谁也没新鲜感。那个又是啥地方讲？这是我们那个图书馆。哎呦，这底下个地毯还有的啦，人民币铺出来的，哪有人来看书的家？那个是工作人员的，我想说来搭个人忽然个大年纪轻的。一台钢琴是一个29个，哎呦，米发是100个多。来拍拍看呢，一个人来拍。不是那边有个机器人。根本你还谁球了哇？那个是射弹球的机器，我个思维还停留了，还2个人拍乒乓球的时代了。那个是样板吧？哎，所有的都是原样，没多少嘛个。到时候都可以换。那么一室一厅是多少费用呢？月费的话，一个人在1万块钱嘛，押金是135万。你哪一天不住了，就哪一天把钱退给你。对，那也没有利息的吧？没有利息啊。哎呦，现在出来着，这个又不大进滚堂里。哦，那个是办渔民的大地设计的。对。包不得有点像，手指包看，手指好错的，错不多的。名师出街的，一点老爱叫啥？衣裳网上也烫纸。这个盖子3点面皮在身上，再装2点面口。那个是外形像 W 的独立公寓，来了外头实在没新鲜，仔细研究。现在你在后里洲区公寓去看一看，也就是独立生活欠放心的人住个地方。啊，风凉的啦！好，那个地方它有点像九龙医院的嘛，外头看看。9龙的高干病房，这个房间你看没有镜子的，害怕还要砸那个镜子的。是来年出来正业开镜子的哦，那不认得自家，那得开镜子。这个那个像小朋友困个床，亮出来困那个床，结束还是困那个床。人世间潇洒走一回，也会带着原来的地方。后院公寓出来，百里后街冲到赣江路，搭金湾湖一带吃夜饭。来这个堂的阿娘。到了酒店就正好啊，外面热，哟，里面谁给件披肩呀？还有的啦。下是中人呀。那么你拿下头只裤子个家，那只裙。这个精神。恰分起来，金湾湖先拍在，还喊我一来拍。来了还拍子，坐了还再拍。我说得该的呢，一手我比你哦。来开始。阿玲啦。啊，没黑个呀。最近人啊长得漂亮。